假如你有300萬，你會住別墅，還是係珠海香洲呢套240平方嘅大平層呢？客廳3面採光嘅240平方呢，竟然有30到40平方嘅大陽台。珠海香洲首個第4代住宅，然之後可以無人機配送外賣到屋企嘅錯層嘅設計。平時喺呢度飲下茶，不知幾舒服。高層可以睇河景，仲有園林景觀。然之後層高3米嘅240平方5房5個衛生間，大平層嘅標配肯定就係2梯2戶嘅低密度高私密性。整個電梯間都係你屋企嘅私家空間位置。好，入門口嘅左手邊就係兒童房、客房，仲有書房嘅位置。每個窗都係好靚光線嘅哈。入門口嘅右手邊咧就係客房套間、主人房套間嘅啦，好靚仔嘅主人房嘅空間嚟啦。1、2、3，睇下咁靚嘅空間先。哇塞，可以放3米嘅大床，呢邊化妝間，呢邊衣帽間，仲有雙人嘅洗手池。睇落去咧就係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下邊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。3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，25分鐘去到拱北口岸嘅啦，5分鐘到達珠海嘅主城區。